好，非常喜欢今日歡喜來個節目。今日大家咧講乜嘅咧？你一開始咧講嘅係風皮講熱性，講到熱性，大家是啲記得做事嘅地方係到熱然。咁嗰就話喺度風皮控咧，定下是啲咯。聽你咧喺度咧紹嘅係隻劇團，記得係沙丁碰劇團。你係乜嘅咧？定下聽你嚟講，先嚟分享記得我一開始嚟分享嘅係呢個團長馬兆基分享。伊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耶！欢迎团长，那个开嘎后讲得很好，我很紧张，成功，有人给我打 pass。今日咧分享嘅係團長，又係呢個風皮控線上醫生，佢係馬莎咧慧娟分享。大家好，我係慧娟，很久沒看到，耶！歡迎！我剛剛在做開場的時候啊，走快充改時間，因為冇講好，結果慧君笑得很大聲。你怕拿，這就是我們小丑的精神。當你出糗的時候，會帶來快樂。哦，真的嗎？哦，所以出糗的時候會帶來快樂。所以你知道我剛心機很重，所以我一開始出糗的時候其實是刻意設計的。對，如此。我想說，我可以為大家帶來快樂，還貼合主題。對。用親朋友可能一塊中會覺得說，我們怎麼一開始就聊得很開心，到底在講些什麼？不過因為團長都聊一篇，理解慧娟也都聊一篇，先讓用親朋友簡單來講一下。我們先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這邊有個劇團，是沙丁龐克劇團。對，團長在這邊，我們再跟大家複習一下，我們講一下這個劇團的特色。沙丁龐克劇團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我們的表演都是以肢體、面具、喜劇、小丑為主的，這個在台灣是很少的。那我們演出一個很大的特徵就是說，我們基本上幾乎沒有劇本。我們都是演員彼此的默契跟即興，然後創造出一個純粹都是用肢體以及一點點的語言所創造出來的肢體喜劇為主，是，而且是喜劇，對不對？對。所以如果去看一部這樣的演出，那當天應該心情會得到一些改造，會很開心，同時又會有一點點的感動。我懂，有時候最棒的戲就是笑中帶淚的那種感覺，就是你一看戲嘅時間，其實你 sell 都輕台上，不過你又有感動在裡面。對，好想去看哦。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什麼時候有機會，什麼時候有演出的時間哈。聽你呢，那慧君是團員，對不對？所以就是我們裡面的演員。是。對，那為什麼今天我剛剛在 opening 的時候，快充改世界講兩種東西，因為其實團長在這邊，那團長也是紅鼻子醫師的創辦人，對，創辦人，所以你也是紅鼻子醫師，對我也有做小丑醫生這個工作，小丑醫師對不對？團長自己也是嘛，對吧？是。這個很難想象因為兩位坐在這邊這麼有氣質，很難想象。暗自 say 哦，你再一次，謝謝暗自 say 哦。真的，你看這就是馬上就小丑就跑出來了，小丑就跑出來了。所以用親朋友沒被起到講，哎呦，好像知道有一個很有趣的劇團，可是又有一個小丑醫師，你講線上讀兩篇。那慧君，你幫我們簡單講一下小丑醫師是什麼？小丑醫生其實很多人會說，那他是醫生嗎？其實我們跟一般的醫生不一樣，我們沒有實際的治療行為。可是呢，我們就是小丑演員，會固定到醫院，然後以2個人一組的搭配，然後為我們服務的區域的小朋友做量身定做的即興表演。是，所以你們的外形一定有裝扮，對不對？一定是小丑裝扮，然後會戴一個紅鼻子，對，我很想問，為什麼一定要戴一個紅色的鼻子？紅色的鼻子，它的那個歷史淵源其實蠻悠久的，是因為我們一開始看到小丑們，他們都是畫着很華麗的妝，是。然後呢，紅鼻子為什麼是紅色的呢？我們可以去觀察，我們看到常常一些喝很多酒的人，他鼻子是不是紅紅的？可是我們小丑醫生沒有喝酒，沒喝酒哦。但是戴上去又就代表就是說我們是某一種不受社會規範的狀態，然後大家也會用一種比較寬容的眼光來看我們小丑，然後我們小丑做任何事情，大家也不會太認真、太嚴肅去對待，但是我們知道說用一種幽默的方式來
来看他们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它的意义在里面，对不对哈？所以刚刚慧君有共斗就会红鼻子医师嘛，对，然后他刚刚讲2人一组，那泰卡会凶，记得其实都一样，你按键来泰卡凶我就是只是去表演我表演给你看，其实没有这么简单，你们是1对1，就你们2人一组，可是你们是面对一个患者，可以这么说对吧？面对一个小朋友。对，黑身影还要面对一个小朋友，所以这是你们一定是这样。那你们会不会？那你们是不是要对那个小朋友一定的认识？所以我们在开始演出之前，我们都会先跟护理人员做病情记录，然后了解他们的状况，不管是性别、年龄，然后身体状况，或者是陪伴者。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不只是针对他，包含他的陪伴者，我们都会一起纳入在我们的游戏跟表演当中。是，对。我想问一下所以像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其实你们面对一个小朋友，你们服务一定不会是一次。所以如果说那个小朋友他在医院时间比较长，你们等于是会跟他见很多次面，是这样。所以他对你们也会建立一个他自己想跟你们建立的一个关系，对，一个情感。那当然包括你们也一样，然后你们也会看着那个孩子的变化。对。因为其实我们目前服务的医院大部分是长期住院的小朋友，也代表说他们在医院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所以他们也特别需要小丑医生的陪伴。所以有些小朋友，我真的是看他从小 baby 还不会讲话，然后到会讲话，看他长大，真的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过程。对，就是这些小朋友呢，他们很可能因为生病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去学校上课，没有办法去公园玩，很多事情他没办法做。那小丑医生等于说是让他们开了一个窗口，可以在小丑医生得到他们小朋友该有的权利，就是游戏的权利、想象的权利、角色扮演的权利等等，让他们在这个时间里面感觉到他们还是跟一般小朋友是没有两样的。对，我刚听慧君讲，我觉得很震撼的。其实我们在理性上常常理解这件事情，不过听慧君亲口讲，还是觉得哇，你从小 baby 就开始认识他，一直到他可能已经慢慢的长大，对，但是他可能就一直。对他可能还是在一个生病的状态里面，对。那刚才又特别谈到慧君讲，其实记得疯皮控性上洗头既然会2人一组，对，为什么一定会是2个人？因为2个人可以有很多的变化，一个人的话单打独斗，我们的可以互动的话就是有观众，可是有的时候有些小朋友他没有办法用很直接的方式互动，所以当我们有2个人的话，我们就可以是间接的游戏，可以是小丑医生先玩，然后让他单纯的成为观众，然后当慢慢放下戒心之后，我们再看看他愿不愿意跟我们主动的互动，所以2个人可以有很多的变化，也可以玩角色关系的游戏，一个老板跟一个属下，一个聪明的，一个笨的，一个黑脸，一个白脸，就表演上面就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小丑医师，因为我知道慧君跟团长其实担任小丑医师也很多年了，你们自己会不会在医院的时候建立一个你们自己很个人的或是很私人的一个情感，或者是在现场的情绪，会吗？我觉得一定会，因为其实小丑医生在做的其实就是在建立连结，就像刚刚依莉姐说的，就是他们跟我们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尤其是我们可能是跟他们见面好几年了。对，是一定的。可是相对的，我们也会知道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医院跟他们有很深厚的关系。可是相对，当我离开医院之后，我回到我的生活，它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是，对。不过我们讲到聊台尬是被动好奇哦，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几个月，其实整个上半年我们都受疫情的影响。对，我们现在还是大家比较缓和的一个状态。可是我知道上半年有非常非常多的艺文活动，其实所有的剧场等于是完全的停摆。对，所以团长这边是不是也因为我们也是损失惨重？不要哭，不要哭。对，也都取消，对吗？是。不过下半年我们应该还是会慢慢的开始复苏，我们期待。对，希望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做好防疫的这个工作，然后让我们下半年可以顺顺利利的这样子度过。对，我想下半年的卡通营各位肺胸感冒寒，因为大家都好挤哦，挤在下半年。
年。大家上半年储存能量，下半年真的很多如果跟很多剧场的人互动的时候，其实都只被讲松百年动寒呐，没事情，没有什么事情。然后但是下半年的时候，整个又好挤，超级忙，对，又变超级忙。不过忙是好事，不过疫情受到影响，所以剧场其实就是暂停。小丑医师呢？我们其实并没有停止，就是说，的确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医院去表演，但是呢，我们想到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用视讯的方式，我们小丑在我们的剧团的排练场，小朋友在医院，然后我们透过平板、通过手机、通过电脑来跟他们做即时的互动跟表演，这样。这个想法应该也是因为因应疫情，然后大家动脑，然后想办法克服的吧？对，因为让自己不要失业。因为刚刚团长讲起来说，我们可以那样做那样做，可是我相信很多这样的状态说怎么办？现在疫情了，医院也不能去了，对，然后大家应该就想说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做？干脆用视讯，对不对？对，包括学校上课也是视讯，所以你们自己在硬体上是不是也精进了？可以这么说，我不断的在就是升级再升级。对，本来我只要专心的当一个演员，我自己现在硬体的操作也要蛮熟的，有这种感觉，是真的，对不对？真的，我们自己建了一个伺服器，然后镜头，所有东西就是要搭一个摄影棚，对，哇，把它们建立起来，对，然后自己当摄影师，对，还要当演员，自己按 play， 还要自己按 stop， 是不是？对，知道说，镜头表演不是很简单。我第一次的时候，分不清楚左边还右边，就是还在适应当中。对，其实记得因为安有改关系啊，其实都是人有动作改沟通，还有其他的故事。你想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长来讲哦。你今日当番宇宙的绕墙道，你讲封皮控信上还有沙丁烹客卡团改团种有没有？讲这个要特别仔细，放慢速度，慢慢的讲，才不会讲错。对，因为我们上一段节目其实讨论到很多红鼻子医生去到医院里面跟病童的一些互动，然后因为疫情，然后你们在硬体上面也花了很多力气，所以医院那边是不是也要精进他们的硬体？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很担心，说我们用视讯的方式会不会增加医护人员的负担？所以呢，我们自己买了几个平板，对，然后我们还附上网卡。是，然后我们就拿到医院的护理站，就是说想要跟我们视讯的小朋友，他们都可以去护理站借这个平板来，直接线上跟我们聊天啊、互动啊这样子。可是固定时间对吗？对，固定时间。就是每一周都1到2次，然后是先预约的。是，对，时间到了，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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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这样吗？我会打电话给他们，给他们。好棒，我觉得这种感觉很期待耶，对不对？其实师兄刚才台下讲的，因为日展记得。他们一开始会觉得说，其实封皮控信上都有俩片是好累，可是他们现在没有，他们现在也变得很忙，因为疫情，大家也变得很忙，他还要拿一些硬体设备，然后在病童前面，而且就像慧君刚刚讲的，还要学习看镜头，有没有？对，习惯一下镜头。对，然后有时候是比较远的表演，但有时候你看病童的回馈，你还要靠近镜头。对，近有远。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互动速度要比较慢，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小朋友的表情，然后我们的表演也要放慢一点点，让他可以看懂我们小丑的表演。所以那个很多 mega， 我们也是一边做一边学习。是。会不会因为透过视讯，孩子们给的回馈跟以前不一样？其实收集到的笑容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就安心了。我们也很安心。对，收集到的笑容是一样的，可是可能对小一点的小朋友，对，他要花一点时间适应，对吧？小一点的小朋友的话，我们就会比较是用音乐的方式，或是手偶的方式，是比较慢一点点的去跟他们互动。然后，可是一开始我们可能觉得小朋友可能看不懂，其实
其实慢慢他们也很有回应哦，对他们有时候甚至手还会伸出去抓镜头，然后想要跟我们玩，对，想要摸我们的小偶这样子。然后当我们唱歌唱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也会很有反应这样子。所以其实听起来医院也跟你们做了一个很密切的沟通跟互动，因为你们跟医院其实都有千备忘录，对吗？因为你们这是一个专业的，对，可以这么说，而不是随便我打一架疯皮控，穿的一个小丑装，我就可以进去做这样的事情。对，因为医院里面是一个很特殊的场域嘛，有很多事情要去注意，所以我们的小丑医生除了表演之外，他们还要知道很多医学的常识啊、心理学的知识啊、卫教的一些知识，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在医院里面表演，然后不会危害到小朋友的生命，他就不会太开心，把线扯掉了这样子。所以我们都会非常注意这些事情。对，因为其实他们团长要讲是地讲，其实基督走的一种对父母该工作，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很重要，但也许在一般人眼里只会觉得哇，你们好棒哦，你们好热情哦，你们好热心哦。可是事实上，这中间的专业，如果没有走基本改节目好好讲，大家可能还不晓得这中间的专业其实是非常就是深的。对，我们是要去上课的，是要去受训的。对，剧团是要发证照的。对，这是不是志工？对，这是很严谨的。我们不是志工，对，不是穿一个背心而已。对哈，所以是一个专业的。那其实团长这样分享，我们也知道，其实团长也是会到学校里面去演讲。是。对。不会太累吗？其实到学校演讲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可以跟更多的人分享我们在做的事情。那一方面也是让大家意识到友善医疗以及心灵的抚慰的重要性。对我们来说，能够把这个讯息散播给大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对，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为什么我特别有感触，是因为有时候大家觉得去演讲好像，有时候大家有时候会觉得是一种工作，那有时候又会觉得说也蛮好的，好像台下的一些回馈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能量。对，可是我曾经访问过一个音乐人，就是声响老师，他就说其实也很多地方邀请他去演讲，他那个时候一开始因为太忙碌的时候，他也许会稍微考虑一下，觉得这个我要去吗？对，我时间可能没有办法凑出来。可是后来他的孩子慢慢长大了，然后他就发现他的孩子其实受到蛮多的，比如说有时候听演讲啦，或者是一些人给的个知识，像团长这样去演讲，他就孩子回来会分享，他就觉得说，如果我期待我的孩子在未来在这个社会里面也可以常常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成为那样的人？因为那样子我对待别人的孩子是这样，如果大家都跟我一样，那事实上每个孩子在这个社会里面都有机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照顾、跟分享、跟学习。对，所以因为我看到团长特别去到学校分享，我的感触就特别深。对，我想说你在上面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孩子那些同学们，他们平常这个资讯这么发达，但他们不一定认识红鼻子医师。对，不一定知道，对不对？很多很多同学他们在学校听到这个主题，其实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然后他们就是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不了解。但是在我讲完我们的工作内容以及故事之后，我常常看到年轻人同学他们是红着眼光来跟我说，谢谢，然后说之前不知道，但是现在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让他觉得更想要回馈给这个社会等等。对，虽然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真的回馈，但是我觉得埋下一颗种子就够了。没错。对，你撒下一个种子，他以后会不会茁壮，那真的就是看每一个人在未来的发展，对不对？而且他还可能回家，就像回家跟他的家人分享，其实是一点一点慢慢的累积起来。然后他的家人如果有能力演讲的话，也会说那以后我也要去演讲，这就是能量跟散播，是吧？哈，对，真的很棒。因为其实聊在卡团啦，疯皮共信上也如夯斗聊片，其实非常的不简单。对，剧团当然是有
有卖票，我们就会有收入这件事情。可是剧团的经营也很困难哈，因为台湾人我们花了好多年一直建立大家买票看戏，是不是很有感触？团长，大家都觉得我以前在庙口看又不用钱，对不对？现在两台大家有联系，因为发钱以卖票去都地读款息，这是很重要的观念。但是因为红鼻子医师其实一直靠的都是捐款。是对不对？对，因为我们去医院演出是不会跟医院里面的小朋友跟家长收费的，都是对他们来说都是免费的服务。所以但是我们的小丑演出是有演出费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很庞大的资金来维持协会的营运。那我们的收入其实有90%都是来自于社会大众捐款及企业捐款，所以我们其实也是非常感恩，也很感动。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支持的力量，我们才能够继续走下去。对，我觉得这个是动宠劳改事情。我觉得你看，我现在又好像老师又要说教了，有没有？我觉得我觉得有能力一定要回馈社会。是对，即便你用的方式是什么，如果你有能力捐一点点的钱。你想想看，一点点集合在一起，对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所以我们今年也会有新的，应该说会有一个募款字号，对不对？是，我们今年预计就是从现在7月开始，我们有一个一整年的募款的活动，这样子。哇，台大黑公会表示一点点信义，其实我们上网络上查，或者是都可以查得到红鼻子医生。是，而且大家安用英哦，其实 give me 特别到台大的副营雄，其实好像是你们是不是在2020的立百代绘画比赛，其实这也是你们对，好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赞助的计划。是，对，可以分享一下。对，就是立百代他其实听到我们计划之后呢，就是提出了这个很棒的 idea， 就是说小朋友呢，他们画画。去参加这个画画比赛之后，立百代他们会每一幅画捐出一定的金额给我们协会，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持续去医院表演。只要有画就可以了，就是你有去申请，就你可以拿一个画，然后画画，然后寄回去就可以。所以我也可以吗？可以。他没有年龄限制吗？那我们应该也可以。所以我们在场都可以，对不对？没有年龄限制，好险哦！现在越来越担心年龄限制这件事情，听到会怕。其实。特别说这个是因为大家有兴趣啊，走得以参加安永改法统啦，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我觉得算是一起来做公益，也是一起来支持红鼻子医师，一起支持慧君。对，很支持哦，真的是这样子哈。不过讲到两篇嘞，大家怎么一路行来都没简单，要给你们一个新的考验，我们要来学一句老虎言语。我脸突然很严肃，对吗？加油！就加油，希望来，我来講一下哦。你係 Amy 見面嘅老虎言語哦，哈，你係講乜嘅咧？5講3個4講9月。5講3個4講9月，你真的很棒很棒。其實我們好像大概可以知道白話文的意思，對不對？大概意思就老師好，老師來為大家解答。所以您不怕山很高，對不對？那你怕什麼？說哎呀，我腳好酸哦，怕爬上去腳會軟。對，還沒爬就說我會腳酸，所以我不要爬。對，是這個意思。你要還沒爬，你就說你腳酸了。所以意思是，其實不管困難怎麼樣的大，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們有沒有要爬山的決心，就是有沒有要克服的決心。所以紅鼻子醫師這個協會，即便那麼困難，我們有沒有決心讓這個事情一直做下去？对，所以我們需要大家的努力，我們要有這樣的決心。所以這就是今年嘅老虎言語哦，5講3個4講9月，有沒有學習到團長？有，請管好。第一是 Andy 今年老虎言語，還有乜嘅故事 Andy 聊下，等下場長嚟講。今东风一走的绕墙头，团长还有慧君都聊片哈。我们在广告的时候一直在聊天，一直在问慧君会不会平常回到家很累，会不会？回家就是睡觉，躺平。对，为什么特别这样问？是因为其实剧场很辛苦哈，当然总嘛改退路都辛苦，因为大家想看啊，因为他们因为动改退路是其实是
要花很多自己心里的能量，去服务别人。尤其你到了医院之后，你其实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跟我们一般上班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你也会耗费自己的能量。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公狗改事件开始给我们回去有没有要自我修复，有没有自我修补？医院下班之后就是要。晚上不要排事情，然后放空，是不是？对，那个跟劳力是不一样的。有些工作是很劳力型的，有些工作很劳心劳力。但是在医院服务，你们不是只是劳力，但是回到家还是要做修补的工作。我的感受是这样，所以其实剧团，不要讲剧团或是协会，其实我们也有开一些课程。对，我知道有开课程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耶。我想说，团长你会不会太忙了？还有他们这些人一起来努力。是，不过我可以体会团长的心情。当你开始萌芽的时候，你就会希望能够做得更多。没错。对，那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课程啊内容？对，其实像我们在医院服务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个想法，就是说，如果大家都能够来更去了解什么是小丑，更去学习什么是小丑精神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欢乐带给身边的人的时候，对，哇，那你想这个社会它会整个就会变成充满了和谐，充满了欢乐，没有任何冲突。对，那所以我们就在想说，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慢慢的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小丑的魔力，甚至亲自去体验小丑这个神奇的力量，然后从中更了解自己，发现自己的潜力，甚至发现自己，甚至也有让别人开心的能力的时候，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对，可能大家听到之后会觉得说，哎呦，这是什么？哎，注意哦，不是去学小丑的表演哦，是去学小丑的精神，对不对？刚刚团长讲到一句话说，你能不能有能力带给你身边人快乐？其实这句话听起来很简易哦。其实非常非常的困难，是对，因为你自己本身快不快乐？对，如果你没有快乐的能力，你如何带给身边人快乐？对，哇，你好厉害耶！一针见血，一针见血。因为我很难带给我身边人快乐，因为我回去就抱怨，所以我很需要去上课。没有，这个是我很大的感触，因为你一定要心里很快乐，你心里有一定的安定感、平安感。你才可以带给旁边人安定。你一回来的时候就觉得你天天都埋怨这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可埋怨不是不对，一定代表你经历了很多难处。对，那你要怎么样去释放你自己这样能量？对，所以很多人报名，一下就额满了，是吗？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这个课程。对不对？对，因为待会慧君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小丑表演对我们来说，当然技巧是一部分，那就不要谈了。但是真的最核心的精神是我怎么样能够去了解我自己，接受我自己，然后去认识我自己原本的样子，对，然后接受它，然后很坦然的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放在观众面前，放在舞台上。是，那要达到这一点本身就很不容易了。对，而且我听说好像还有一个朋友是从高雄的朋友，是不是？对，去年有一个学员，我们就是开课的时候问大家怎么会想来上这一堂课，他就说我就是不小心在计程车上听到，然后就说好像很有趣，然后就来报名。而且他住高雄，他就每个礼拜坐高铁上台北来看来上课，是，然后之后还去新竹看我们的演出。哦，真的吗？哇，好棒哦！我觉得这可能唯一可以解释就是说，因为小丑他真的是有个魔力，那一旦你进入到这个宇宙里面去之后，你整个看世界、看人生的观点都不一样，然后你跟你的班上同学也会建立起很强烈的连结，好像是这样子的。而且我觉得小丑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不要怕犯错，因为其实我们东方的教育都在教育我们说，不要做错，不要做错，不要做错。可是小丑在教我们就是不要怕犯错，因为做错没有关系。当你做错了之后，你怎么样子接受你的错误，然后怎么去反应这个错误就好了。所以就变成当你做错的时候，你不需要紧张，你反而就是接受它，反而会有一个新的惊喜出现。好令我震撼哦！
对，因为可是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就像团长跟慧君讲的，就是你重新，因为犯错也一样，就是重新接纳自己嘛，你就会变得比较有自信，因为你诚实面对自己，没错，对不对？不然你会一直是否定自己，当你否定自己的时候，就会越来越黑暗了。对，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团长是老师，然后慧君也是老师，对，在里面，哇，你们真的从本来自己是一个表演者，好的一个姑娘，好的一个姑娘，一个漂亮安江哎，姑娘，没有，但现在变成老师授课，我觉得那个收获不一样。我觉得是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是教学相长，我们也透过学员的回馈，我们也获得很多。没想到说哦，原来他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对，所以今年的课程已经满了。你看团长的表情，他说哦，已经满了。不过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希望这个课程可以是持续的，明年。对，我们之后每一年都会持续的办下去。我们真的希望就是说这个小丑精神能够持续的传播出去。对，那位高雄的朋友，有机会在他们，因为这是不是上过这个课就不能上第二次？不一定。其实我们现在有开始在设计进阶课、专业课程，所以甚至你可能从一个完全没有舞台经验的素人，你甚至到最后可以上台表演了。哦，真的吗？对。所以也许有机会会成为撒旦烹客，现在跟他懂火呢，改团然什么的团员是吗？而且还有机会可以跟慧君一起演出，对吗？是。对，所以哇，兄弟朋友，今天的节目都聊哈，大家又发现我，就今天整个分享也是一个很心灵的课程的感觉。不过在节目的尾声，我要特别提一件事情，就你给不你共同改风皮共性上，其实在台湾也已经培育了蛮多。目前有20几位上线的小丑医生，对，你看很严谨哦，上线的，对，推用出来走得起走谁可以发出去工作的，已经有20几位。对，当时的团长跟慧君其实是去到法国去学习这样的一系列的课程，在最开始的时候在那里受训的，对不对？好，所以其实我觉得长得盖事情很棒的事情是，透过金木盖节目，其实大家真的是对这件事情有更多的了解。我觉得更棒的事情是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课程，更棒的事情是，我觉得要重新面对自己内心的那一块缺口，你才会再喜欢自己，然后才能带给别人快乐，对不对？好，我们狗聊还今天让大家分享改口腔，我们狗斗聊还有哦，我们今年下半年可以演出了吧，团长？可以了吗？希望是可以了。对，我们的剧码。我们的亲子剧叫做《阿丑奇遇记》，听起来就很像很好看的样子，保证好看。对，然后我们演8月份刚好是父亲节，8月8号跟8月9号在台中歌剧院的中剧场。那我们12月的时候呢，会在诚品在松烟的诚品表演厅也会有演出，欢迎大家来看。好棒哦！那我们要去哪里买票？可以去两厅院售票系统。直接打沙丁庞克剧团或者是阿丑奇遇记就可以找到相关连结。耶，好期待哦！所以届时我会看到慧君吗？会看到我，而且我必须要说，妈妈她已经很久不上台演出了，可是这一出戏她有演。我整个聊了起就是对，因为妈妈太忙了，演讲啊，好对，然后剧团红鼻子医生还要带小孩，做妈妈，对，你自己当妈妈之后，这整个心路历程又经营这么多事情，应该也有改变，对不对？你自己整个也是一直在不断的翻新，不断的在成长、吸收，然后发现自己的极限，然后再去挑战自己的极限。对，然后发现之后面对，对，然后再重新开始，那再重新长大，希望能够继续进步。对，哇，好棒哦！我觉得因为今天看到团长跟慧君的时候，一开始柳然之间会觉得这2个人好像有点累的，应该是最近事情很多。可是你听到他们分享，就知道其实他们真的是动魔喊啊，都很多事情一直不断的前进。所以节目回到最后，到台家来讲诶，就是今年的8月份嘅8月8號到8月9號，和就得去到推廣去來看
戏，新营业改世界都推杯改成品，我们一样可以看戏。所有卖票改自行，卖票改自行，看到所有改内容都做得做给送几条改冠名，大家是做得地很好米色。所以到这边呢，非常谢谢2位今天来到这边分享。好，然后呢，如果大家很愿意做一些努力的话，还可以捐款。是，对，最后买票也是可以捐款，对不对？对，看戏也是可以。看戏，我们台中有公益票券，就是说稍微高一点点的价格，但是我们全部的收入都归于红鼻子关怀小丑医生协会。是莫团总，也谢谢慧君，2位真的好棒哦，大家一起努力好吗？好，天天哈喽，大家做乜嘅咧？做论坛了。